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哥哥。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， 支持一下頻道，等我可以每日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香港地產新聞。今日係2026年3月17日，香港樓市喺撤辣之後，雖然整體經濟仲未全面復甦，但一手市場氣氛持續炙熱，特別係豪宅板塊成交價一次又一次刷新紀錄。先講講南區黃竹坑嘅焦點新盤 Deepwater South 第6B 期項目，再錄得大額成交，一伙4房單位以8643萬元沽出，實用尺價高達50,964蚊，雙雙創出項目新高。講真，呢個價位唔單止放眼全南區，喺全城新盤市場入面都係頂尖水平。據會德豐地產透露，項目喺單日之內標售咗多伙，套現超過3.87億元。部分市場消息仲話單日成交多達8伙，可見豪宅買家入市意欲相當強勁。再睇將軍澳日出康城兩個焦點項目，首先係海堤灣，由信和置業、嘉里建設、嘉華國際、招商局置地同港鐵合作發展。項目啱啱上載首份銷售安排，涉及254伙，預計由本週5開始以招標形式發售。業界普遍認為開售前市況配合撤辣效應，有望吸引唔少長程買家同換樓客出手。另一邊，日出康城 LP10 同樣有動靜，呢個由港鐵夥拍南豐發展嘅現樓項目，最新透過招標售出2伙，共吸金5860萬。LP10 作為現樓項目，唔單止交樓期明確，仲有現樓示範單位即睇即買嘅吸引力，加埋地段成熟，仍然係將軍澳區內具競爭力嘅選擇之一。除咗呢啲大熱新盤，其他發展商亦未有停手。啱啱喺啟德區外圍交投活躍嘅如意項目，再沽出2伙特色戶，其中一位買家係內地專才，以約1050萬元入市，反映新政開放人才置業後，確實帶動咗部分新增購買力。而太古地產嘅柴灣海德園亦持續錄得穩定成交，截至目前累積售出163伙，總成交金額突破14億，可見中價大屋苑需求仍相當殷切。講返二手市場，雖然比起新盤咁熱烈，氣氛的確稍遜，但係個別屋苑同豪宅盤仍錄得大額成交。山頂道一幅屋地最近放售，市值大約15億元，不過比起9年前買入價低咗25%。呢個情況某程度上反映出超級豪宅嘅價格經過高位整固，不過同時亦有買家覺得趁低吸納未嘗唔係機會。九龍站一帶嘅天璽海早前亦有大額成交，一伙4房單位標售6598萬元，實用尺價超過47000，證明核心地段嘅名牌豪宅依然企得穩。至於中產嘅典型代表馬鞍山新港城，就有一伙3房單位以738萬元成交，說明撤辣之後，連帶入門盤、換樓盤都逐步有復甦跡象。另一方面，土地市場亦有久違嘅熱鬧場面。港鐵錦上路站第2期項目日前截止接收發展意向，吸引長實集團、新鴻基地產、恒基地產、中海發展等大型發展商參與競逐。呢個項目係近3年最具規模嘅鐵路上蓋地皮之一，無論位置定潛力都足以成為今年地產焦點之一。市場人士預期，若最終地價理想，有望進一步鞏固整體信心。整體睇返，樓市氣氛喺撤辣之後明顯改善，一手市場銷情一浪接一浪，不論係黃竹坑豪宅定係將軍澳新盤重鎮，都見到真金白銀入場。買家群中，除咗本地換樓客同長線投資者，仲多咗新香港人以及外資背景嘅高端客戶。呢個現象反映出香港作為國際市場嘅吸引力仍然喺度，只要利率環境配合，樓價有機會逐步回暖。不過講得現實少少，二手市場依然受到新盤分流影響，業主議價空間擴大，購買力集中於一手市場，加上暫時未有重大政策或經濟數據更新，市場短期仍屬觀望格局。整體走勢或要等到第2季，視乎發展商推盤策略同銀行息口方向，再睇後市會點樣演變。總括嚟講，今日香港地產市場係豪宅領航，中價帶動，二手靜中有動。
若果接下來幾個月上市氣氛保持穩定，加上部分銀行開始放寬按揭條件，不難想像樓市成交量喺第二季有望迎來進一步回升。